獨一嘅真主同生命嘅意義。試想像有一排好重嘅石頭互相挨住，如果每一嚿石都挨住後面嗰嚿，而後面嗰嚿又挨住再後面嗰嚿，所有石頭都會冧晒。要令佢哋全部企穩，最後嗰度一定要有啲嘢係唔依賴任何嘢嘅，一樣強大到足以支撐住所有嘢，佢自己獨立存在，唔需要依靠其他任何嘢。宇宙萬物就好似呢啲石頭咁，就好似每一嚿石都要靠其他石先可以企穩。宇宙中所有事物都需要好多其他條件先可以繼續生存。你需要空氣、水同食物，食物需要依靠土地、雨水同太陽，太陽都要依靠物理定律。隨便睇下，你都會發現每一樣嘢都係依靠住其他幾樣嘢。科學好清楚咁描述咗呢啲聯繫，佢話俾我哋知一樣嘢點樣依靠另一樣嘢，但係佢解釋唔到點解成條石堆一開始會企喺度。佢答唔到一個問題，究竟係乜嘢強大到可以支撐住所有嘢？要明白呢一點，我哋必須超越嗰啲互相依靠嘅事物鏈，一定要有一個存在，主宰支撐住萬物，但佢自己唔依賴，亦唔依靠任何嘢。呢位支撐萬物，但唔受任何嘢支撐嘅主宰，就係我哋所講嘅全能嘅真主，生命嘅意義。所以全能嘅真主創造咗我哋，同埋我哋周圍嘅一切。如果我哋環顧四周，就會發現萬物都有明確嘅目的。太陽溫暖大地，將水蒸發上天空，形成雲層。風吹動雲層，運落嘅雨水令植物生長。植物同動物為人類提供食物。宇宙之中冇一樣嘢睇落係隨機或者冇目的嘅。當連冇生命嘅嘢都有目的嗰陣，一個合乎邏輯嘅問題就會出現。點解全能嘅真主要創造人類？既然人類明顯擁有最高嘅智慧同意識，為咗解答呢個問題，真主差遣先知向人類傳達佢嘅信息。由先知亞丹、亞當、魯夏、易卜拉欣、亞伯拉罕、穆薩、摩西、達伍鐸、大衛、蘇萊曼、所羅門、以撒、耶穌同埋葉哈艾，一直到最後一位使者，神聖嘅先知穆罕默德，願主賜福安與佢哋各位。每一位先知都帶住同一個清晰嘅信息：真主創造人類係為咗崇拜同服從佢，而今世嘅生活係對我哋服從真主嘅一場持續測試。我哋每一個行為、每一句說話、每一個念頭同意圖，都被天使記錄在案。死亡嗰一刻就係測試結束、結果揭曉嘅時候。嗰啲在生時信仰全能真主並且行善嘅人，會永遠喺樂園天堂獲得成功。嗰啲唔信同拒絕全能真主嘅人，將會喺火獄遭受永恆嘅刑罰。我哋點樣知道真相？我哋點知先知嚟過？佢哋留低咗由真主嗰度領受嘅經典。隨住時間流逝，所有經典都變得殘缺或者被篡改。除咗古蘭經，佢經歷咗超過1400年，直到今日依然被完美保存。但係我哋點知古蘭經真係嚟自全能嘅真主？讓我哋諗下，真主必須具備嘅屬性，佢必須係無始無終嘅。如果佢有一個開始，佢就要依靠某啲嘢令佢存在，咁佢就唔可能係嗰個唔依靠任何嘢嘅主宰。如果佢會停止存在，咁佢就唔可能係萬物依靠嘅主宰，因為佢嘅終結意味住其他所有嘢都會終結。所以真主係無始無終嘅，
佢必須係獨一嘅。如果有兩個造物主，其中一個嘅意志就會限制另一個嘅力量，而一個受限制嘅存在唔可能係真主。舉個例，如果一個造物主要太陽升起，另一個要佢落下，只有一個可以成功，失敗嗰個就係冇能嘅，而一個冇能嘅存在唔可能係萬物倚靠嘅真主。最後，佢唔可以喺任何方面似佢嘅被造物。如果佢似，佢就會好似佢哋咁有依賴性，咁佢就做唔到萬物所依靠嘅主宰。而家問下你自己，喺人們崇拜嘅所有神祇之中，邊一個符合呢啲邏輯條件？就係降示古蘭經嘅嗰位真主。喺第112章，安拉話：你講佢係安拉，係獨一嘅，安拉係萬物所仰賴嘅，佢冇生產，亦冇被生產，冇任何嘢可以同佢匹敵。獨一嘅真主，一無所求，萬物都需要佢，永恆，無子女，冇父親，同被造物完全唔同，冇夥伴，冇同等。古蘭經對真主嘅描述完全符合邏輯對佢嘅要求，呢個唔係巧合，呢個係證據，證明古蘭經確係由宇宙嘅造物主全能嘅安拉所降示嘅書。邀請，所以我哋邀請你加入伊斯蘭 Islam， 去崇拜創造天地萬物嘅獨一真主。要加入伊斯蘭，只需要誠心講：我作證，除安拉外，絕無應受崇拜嘅主。我作證，穆罕默德係安拉嘅使者。Ashhadu an la ilaha illallah wa ashhadu anna Muhammadan Rasulullah。如果我哋錯咗，你只係損失3分鐘；如果我哋啱咗，而你轉身離開，你將會喺永恆嘅後世失去一切。通往永恆幸福嘅大門已為你打開，你會唔會行入去？